伫咧南部赏樱花上界出名的所在，就是屏东雾台樱花王。这丛大树伫咧今年4月樱花大开了后，叶啊雄雄落了，即马规丛树啊是破病大连。雾台乡公所表示，樱花王是无修剪才会破病，伫明年恐惊是无法度开花啊。死了啊，死了2个月了。雾台乡介出名樱花王，即马规丛树啊拢是大死的树咧，看无绿色叶啊，想袂到已经50-60岁樱花王雄雄破病，当地民众真烦恼。部落带来商机嘛，没有樱花王了哇，明年的过年不知道怎么过呢。雾台樱花王每一档樱花拢开甲规树头，规丛树啊粉红色的樱花，亲像一支足大足水的雨伞，是南台湾赏樱花的出名景点。不过今年初花期过，叶啊拢落了，树啊就破病啊。雾台乡长表示，3冬前树医生就提醒，樱花王已经老化，爱修剪。老化，然后开始这个衰败，枯枝落叶。会在3-4年当中会出现的。那当时这个兽医他是这样告诉我们的。那当时碍于我们自己本身的专业不足，然后又在当下我们没有做这个适度的处理。屏东县政府讲，因会请树医生来会勘诊断。不过乡长表示，这丛樱花王恐惊袂阁再开花。嘉在公所已经伫其他所在种真侪樱花树，每年2月雾台也是会当看到樱花美景。记者陈嘉文、罗伟哲，屏东报道。